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，香港影視行業題材百無禁忌，有兩種片喺香港票房最好，一種係李連杰、成龍等人拍攝嘅功夫片，另一種就係風月片啦。唔少導演為咗能夠賺到更多嘅錢，拍咗風月片。唔少明星能夠迅速走紅，紛紛投身其中，成咗風月片嘅男女主角。任達華、徐錦江、單立文、曹查理、于榮光等等一啲熟悉嘅男星都拍攝過，仲有一啲熟悉嘅女星，舒淇、邱淑貞、葉玉卿等女星都係靠風月片成名。然而到咗香港，影片有咗分級制度以後，風月片開始受到限制，市場走向下坡路。曾經紅極一時靠風月片成名嘅女明星們，或者係轉型，或者係嫁人，或者係經商。幾十年後嘅今日，佢哋發展大不相同。如今嘅佢哋又過得點樣啦呢？一、吳嘉麗，外表妖淑，內心純良，眉骨天成。喺香港拍風月片嘅女星有好多，被稱為顆粒厚厚嘅唯有吳嘉麗一人。吳嘉麗1981年畢業於香港無綫藝人培訓班，佢嘅同班同學有劉德華、徐錦江、梁家輝。進入影視圈之後，正趕上港星神仙打架嘅年代，靚麗嘅女星、帥氣嘅男星數不勝數。同同學們不同嘅係，啱啱出道嘅吳嘉麗就被導演們將人設定為情婦、煙花女以及幫派中混跡嘅女人，多係一啲風塵女子、壞女人。佢同周潤發、劉德華、周星馳都有合作，獲得過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提名。但真正對吳嘉麗成名嘅，仲係喺1993年根據真實案例改編嘅風月片。影片中嗰啲無衣飄飄嘅鏡頭、愛恨兩難嘅虐心劇情，曾經係幾多觀眾嘅意難平。憑借電影吳嘉麗獲得咗第33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影史上第一個風月片影后。頒獎典禮上，成龍為佢頒獎，兩個人仲亦都曾經傳出過緋聞。風月片達到演員嘅巔峰之後，吳嘉麗好少再拍咗，嘗試改變咗戲路，拍攝咗一啲浪漫嘅古典文藝片《梁祝》、溫暖嘅愛情故事《流星雨》等。千禧年後到咗內地發展，感情上吳嘉麗公開承認嘅只有一位男友，係一位警察。兩個人喺一齊生活咗8、9年，後因男友嘅背叛分手。如今60歲嘅吳嘉麗仲未有結婚，無兒無女。2024年3月嘅時候，因為肥胖嘅原因被影迷熱議。據多家媒體報道，吳嘉麗身體發福超200斤，樣貌變化唔大，依然女人味十足。2、葉子楣，身材傲人，眼神勾人，只脫不露，魅力十足。提起風月片性感女星，總少不了葉子楣。葉子楣1984年考入亞視藝人培訓班，畢業之後順利簽約亞視，成為演員，月薪3000蚊。起初喺影視劇《天涯明月刀》、《白髮魔女傳》等作品中跑龍套，都係一啲可有可無嘅角色。1987年同亞視合約期滿之後，葉子楣加入嘉禾影業。此後同成龍、梅艷芳、胡慧中都有合作過，喺熱播嘅《霸王花》系列、《奇蹟》、《富貴開心鬼》、《皇家女將》、《師兄撞鬼》等嘅影片中都有過出演。接演嘅作品有好多，傾唔上有幾大嘅名氣。直到1989年，葉子楣被有住香港4大才子之稱嘅蔡瀾發掘，邀請佢去拍攝咗風月片。憑借住傲人嘅身材，電影上映之後票房大賣。葉子楣因一部電影嘅新風月片女王嘅地位，媒體對佢有第一波神嘅美譽。此後葉子楣拍攝咗多部風月片，同曹查理、吳啟華等男星合作。然而葉子楣一直堅守不露點嘅底線，漸漸嘅失去咗風月片嘅市場。曾經有商界大佬豪嘅800萬俾佢露一啲，但俾佢拒絕咗。1992年後，葉子楣着上衫，徹底同風月片告別。
此後，葉子楣到咗台灣發展，接拍咗好多台灣本土劇，且同齊秦合作出過專輯，唱過《愛你愛的咁樣深》、《你可懂我》、《十分坦白》等歌曲都唔係成功，後淡出咗影視圈。感情上，葉子楣喺1992年拍戲受傷之後，認識咗骨科醫生呂錫照。呂錫照結過一次婚且有一個仔，兩個人相識之後產生感情，冇領結婚證，一直生活喺一齊，冇要細佬。2018年，呂錫照因心臟病去世，因突然去世冇遺囑，呂錫照生前財產都俾咗佢嘅前妻同細佬。呂錫照嘅去世對葉子楣打擊好大，此後佢過住深居簡出嘅生活，好少喺公眾媒體上露面。如今59歲嘅葉子楣仲係冇結婚。2023年嘅時候，曾經有媒體報道葉子楣要復出嘅新聞，鏡頭中嘅佢參加咗生日宴，手中攞住紅包，幾十年之後身材未變，容顏已老。